我哋新開發嘅香港股市資金流向監察表 dashboard， 30秒更新一次，或者可以手動要去更新。咁我哋睇到資金流向、ETF 流向、期權情緒指標、暗池、dark pool 交易比例。咁裏邊我哋分開板塊嘅資金流向最多嘅啦。可以係日流向啦、月流向啦、周息週嘅啦、一個月啦嚇，咁可以睇到以日計、週計同月計，排列前10位，咁可以係以資金流向為安排啦。3690有資金流向，亦都可以咧按照呢個交易活動程度，9992人入喎，咁亦都可以咧按照啲市場影響力。當然有啲頭牌㗎啦，咁亦都可以按照咧恆指比權重去排列資金流向嘅方法，或者股配代號都得嘅。咁咧就資金流向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咧係板塊啦，譬如金融板塊啦，篩選淨係睇金融板塊嘅。跟住可以睇科技板塊啦，睇呢個地產板塊啦，冇喎，有喎有。咁咧就可以分唔同板塊去睇嘅，可以唔同板塊去睇嘅。咁咧就全部啦。咁我哋可以睇呢個成分股啦，最活躍啦。咁下邊咧就係睇呢個都係咁樣分法嘅，下邊權重指標啊，咁啊呢度一路由頭一路掃落去咁樣啊，咁可以睇到好多有啲 comment 嘅科技啊，公共事務咁可以 filter 嘅。跟住呢度一個被反板塊嘅流向啦，公共事務、工業一路都流走啊，有時市場落緊，咁呢度兩個係升緊嘅醫療能源板塊資金流向一啲詳細嘅。咁有個實時警報，大量成交額、期權嘅暗池活動、板塊資金移動、期權持倉變化。咁呢度相對嚟講，呢度亦都可以選擇嘅 ETF 啦。ETF 嘅流向啦，2800、2823、3033呢啲資金流向都有嘅，咁又可以好多啊，3134、3133，前嗰幾日同有人問，咁跟住咧就可以睇到期權啦，期權嘅移動，呢度唔係太理想啦，做得唔係太理想，因為佢都局限咗有幾隻，咁呢度遲啲我哋會再 improve。期貨啦，期貨，呢個期貨嘅呢個變化 ，OK，咁咧呢個就係一個最新嘅資金流向。咁呢個同我哋個北水流向咧係兼容嘅，因為北水停咗啦嘛，咁我哋都有睇到資金流向。30秒更新一次，遲啲俾大家，拜拜。